这个肌肉是用这3个点来命名的，叫做 sternocleidomastoides， 这是胸锁乳突肌。天雕塑家江春墨讲解自己做人形雕塑的概念，像面对一个医师。这个地方叫胸骨，这个横的这个叫锁骨，胸骨、锁骨这个耳朵后面这里，你自己摸摸看，这里有个凸点，对，这个叫乳突运动员的肌肉线条，每个人的身体都有细节的美，做出的雕像要栩栩如生，连鼻子里的结构都要呈现。江春墨坚持先把骨头、肌肉和关节彻底了解，手底下是参透西方解剖学的精致功夫。比如说，关于肌肉跟骨头，他们运动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？用手的用力的时候，肌肉是怎么变化啊？在什么动作下，哪些地方的皱褶纹路会很清楚。有些部分我比医生还要深入，我老实讲啊。英文原文书上密密麻麻的注记，以机械工程的背景自学，不只有艺术家的热情，还有追求极致的心。像这个雕像如果做得不好的话我不会像人家说割掉重做，那个你永远都学不到功夫。你哪边方法不对，你再把它修改，把它做到满意为止。这个就是客家精神。我做事情一定很坚持，没有一个结果我绝对不会放手。知道错误在哪，做对了才最珍贵。妻子、小孩都成了模特儿，见证了江春墨漫长20多年不断摸索求突破的过程。这些雕像都是小孩子小学时候的样子，那比照片留下来更真实、更立体的感觉。借此教育下一代，认真执着就有机会成功。从欧洲的画作、浮雕中被启发热忱，江春墨说自己有很大的野心，要超越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大师唐纳提罗。很早。肯下功夫，一步一步的实现，一步一步实现。上课喽！汉州一步一步的实现，汉州一步一步的实现。谢谢宗仪老师。